各位朋平安。礼拜时间也差不多。请大家因为着小等礼拜的安静，所以若有带手机仔的，请大家转做静音。即时要请大家用麦岛来安静咱的心，来ru备条件上帝。轮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对敌，凭你的公义带我，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正直。
这是咱要由敬拜团带咱用俄罗的歌来做交际，邀请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邀请大家可以起立，我们用第一首诗歌《蛮有能力》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盼望都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气息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他。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永存在我里面，活着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的，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永在此。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基督。我们用第二首诗歌邀请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要如同众使徒、如同众圣徒一样，邀请圣灵在我们里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得着更新，我们的恩膏要从圣灵而来。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你在灵与真理里，请持续站立。请咱议员徛咧，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顶是一个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头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互，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是我要请大家对我用旧圣诗的启文第39篇来三角交读启用。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有新的地。
佮看去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佮听见大声对坐位处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要阁有死食，也无要阁有哀伤、嚎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换生万面。佮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遮个。即时，请大家甲我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有恩典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伫圣灵降临节即天，你将宝贝的圣灵赐予阮，那火灌入伫门徒身上，建立教会。今日，阮也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因着圣灵亲自降临伫阮的当中。阮是天的爸，阮是有罪的人，阮是微细，阮的肉体是土粉。恳求圣灵保惠师赦免阮每日日常中济得罪你的意念甲行为。恳求圣灵清气阮的心，摆脱阮一切冷漠、骄傲甲软弱，互阮的生命充满圣灵的活力，嘛要对你来渴望。亲爱的主啊，求你的圣灵那亲像明光照阮，引带阮行伫真理的道路上，赐我属天的智慧甲启示，互阮明白你的旨意。当阮面对生活的挑战甲困苦的时，求圣灵赐下刚强、仁爱、坚守的心，互阮得到平安甲力量。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充满我。赐下各种属灵的因素，互阮伫家庭、工作、社会中做盐做光。求你拍开阮传福音的眼界甲心智，互圣灵的大能引带阮，互更较侪丧失的灵魂明白你，将平安甲拯救的好消息传扬出去。亲爱的主啊，阮也要祈求主你赐福伫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你来拍开。互蔡长老真侪你助力的出口，用助力的道来教示阮。阮甲今日一切荣耀甲学乐拢归于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是圣歌队要来迎救主的呼唤，来学乐上帝。
咱真是感谢信歌队为咱带来这条歌，救主得呼唤。大家到尾听这条歌的阵，毋知有注意看无？这歌的歌词，你有听到主得呼唤你无？你有听到主讲，囝查某囝，当你有着艰难的阵，信靠我。今日是圣神降临节。 咱做伙来孝念主对咱的恩典。这时，咱要来看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一段圣经，才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第14节到17节。首先，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解。总是彼得甲11个使徒徛伫大声甲伊讲。 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约勒索岭的百姓，恁着知即个，也着注意听我的话。遐个人毋是酒醉，像恁所拍算，用即碟拄正顶步9点钟。恁就是托先知约珥所讲，上帝讲，伫你落尾的时日。 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凡有肉体恁的后生、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得到明梦。再来，我要用华语和合本再次来读《使徒行传》第2章第4到17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尼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灵，请你来”。咱请蔡长老。祈求圣灵充满在我们这地。我们现在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求你照顾我们保留节，照顾保留节。 照顾伫彩云节，照顾林牧师娘，照顾红珠节。当因身躯得到无爽快时阵，主求你帮助因，看顾因，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着医治。因为圣灵可以医治我们心身心灵所有的病，圣灵可以跟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主。 让圣灵充满在这地，让圣灵充满在我们整个教会中。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哦，这个好像知识化哦。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哎，用着祝福的心。今天我们很难得哈，哎，明哲，你的外国朋友听得懂国语吗？华语？ 哦，木兰足球赛，对对对。对，现在那个华语国语听懂吗？听不太懂，没关系，我们德仁兄啦，我们林聪姐没问题，名字也应该没问题吧？那就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或者德仁兄那个林聪姐稍微帮忙一下哈。 今天是什么节呢？圣灵降临节。用这个题目“圣灵，请你来”，一定有人发出很多的质疑。就问你们，圣灵不是来了吗？圣灵有没有在你们中间？啊，太棒的答案！自从你信耶稣，自从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圣灵就内在在你里面。 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圣灵内在在你里面，可是，在当中你讲说圣灵，请你来，
这首歌有1000多万个点阅率，就是那个耶稣的金麦团。很多人批评这句话，说圣灵已经来了，为什么圣灵请你来？你又不是灵恩教，在灵恩派里面有纯灵恩派的，里面有特别跟你讲说圣灵因为他是用那个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讲说，你们有没有信主？他说有信主，那信主圣灵有没有来？他说没有，那我就圣灵让你们来。他也用耶稣在40天复活之后40天，他跟门徒讲。你们会领受圣灵，他就跟他们吹一口气，有领受圣灵。可是为什么呢？经过10天的祷告以后，圣灵降临，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不是领受圣灵了吗？最后为什么10天以后圣灵才降临？不要搞错圣灵已经内在在我们的心，但是要随时让圣灵充满你不要把圣灵晾在一边，圣灵就在你的心，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在这消灭圣灵感动，圣灵可能告诉你说，今天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边弹贝斯我觉得那个女孩子弹贝斯有没有好看？很好听那我就问仁祥说，现在教会有很多女孩子在弹贝斯，但是不错。因为圣灵感动你，你来弹，你就比如说我那女孩子弹贝斯，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没有。圣灵非常喜欢，所以你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你要出来服侍，你要出来招呼。就像明德今天会找他的朋友，一起来做礼拜，圣灵感动他。当我们圣灵在感动的时候，我们圣灵要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不断的构成，就像得救是一个不断的构成。圣灵已经内在在你的心里，可是你不要把它晾在一边圣灵降临节圣灵充满第2天就忘掉了。每天都要让圣灵充满，对不对，吴长老？每天都让圣灵充满，对不对？虽然说你今天穿短袖，我觉得顺便会让你充满，没有说穿了穿短袖。圣灵充满在我里面，我最近睡觉不太安稳，为什么？我们家不开冷气。这种天气实在是睡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要穿睡衣睡裤睡，又很热嘛，对不对？你脱起来又觉得有点凉，尤其最近这几天又这么热，那你要不要开冷气？开冷气我们又睡不着，不开冷气又在那边，所以翻来覆去，突然想到说，有一个牧师这样讲说我说我睡不着，我都听我牧师讲道，一讲道就睡着了。那天我突然想一想，突然8点多吃饱饭以后，我发现桂香在隔壁在听讲道，我以为是在听我儿子讲道，一听是听我在讲道，他睡着了。所以我最近就试看，我这2天都听我讲道，真的有睡着。所以我终于发现为什么7月份、8月份我去七堵教会，那个点阅率很高。原来七堵教会睡不着的人非常多。那相对的圣灵的降临就是不断的过程你睡不着你就起来祷告。就起来跟圣灵交通，你就起来看圣灵要指示你做什么事情，圣灵指示你应该做的事情。圣灵降临，让我们有一个希望。圣灵降临，今天我们唱的歌，圣灵降临有带来真理。其实这首歌，如果你把它念一下，你就会知道，说是圣灵请你来充满。华语讲充满在这地，他也讲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是圣灵请你来充满，而不是圣灵请你来。所以有人会批判说：“你们一天到晚只有讲耶稣基督，一天到晚只有讲圣灵，请你来，圣灵已经来了，你们还请你来？”在旧约时代里面，当然我不否认圣灵可能对君王对祭司、对特定的一个事件里面，圣灵会启示你。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啦。耶稣说：“我去，又差遣一个保惠师来，就差遣圣灵来嘛，对不对？我差遣圣灵来，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那是不是圣灵是耶稣走了以后，圣灵才来的呢？是不是圣灵走了，耶稣升天了以后才有圣灵来呢？大家都茫茫然，没有啦。”创世纪第1章第1节讲什么？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圣灵是有来，圣灵永远在我们这里，只是圣灵在旧约时代不是充满在每一个，不是内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而是在特别的事件，在启示先知，在那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圣灵在那时候有做工。可是，在耶稣升天以后，耶稣说圣灵来是要永远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本身是没有用的人，你是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人，那是很骄傲的。各位现在可以慢慢看报纸，我们这一届的任期到7月31号，7月31号、8月1号以后会不会有新一批的监委不知道，但7月31号以后大家都会填。因为不管是推荐、自荐，你要当监委，总是要写个表嘛。拿给我好几次，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填，没有人相信。上次你都当副院长了，这次你要当院长，我没有填。然后跟你们保证，这2个多月，报纸一定负面攻击就一大堆了。你们所看到负面攻击，你就感谢主，那个圣灵要动工了，我们教育要复兴。因为我总发现每次在攻击的背后就是上帝的恩典，会不会攻击我不知道，攻击什么我也不知道。每次的攻击都会让我觉得很惊讶，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记者会想尽办法联络我但是我一向的原则就深渊在上帝，我不做回答。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反正那个不重要，只要在我残生，在我的余生里面，我只希望我们中兴教会成为地上的天国，阿们。我只希望我们中兴教会每一个人就是天国的子民。我只希望我们中兴教会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得到赏赐，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 power 有能力的，这个才重要啊！名利有什么重要？当然赚钱你觉得很重要，但是赚钱你要是合神的心意呀。我觉得我神已经很满足，我觉得我比较同情我的太太，我觉得我太太很可怜。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她的身体都很不行。可最近她觉得好像比较快乐，因为她都在腌泡菜，一点多，很好吃不要小看我有帮忙啦，帮一点点忙，我有帮一点点忙，那她快乐就好。其实，在我的余生里面，我只希望我太太过得很快乐，身体健康。我希望我们中兴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神国的子民，都是地上的天国。中兴教会就是地上天国的楷模。阿们。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说，我们比不上大教会你看人家的敬拜赞美又跳舞又，我觉得我们敬拜赞美非常好。敬拜赞美是神感动不是你那个华丽的像舞台的表演，好像一个演唱会。演唱会过了以后，你就忘掉，越来愈加愈当咸越来演唱会越来越。我们要的是从心里面发出了对神的尊敬。所以圣灵请你来，不是说圣灵不在，那重新请圣灵过来，而是圣灵已经内住在我里面。圣灵请你来，充满着我们。不断的充满，而不是把它晾在一边。圣灵跟你讲，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服侍，你要去感动，你要去传福音。可是我们觉得都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忘掉了圣灵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什么叫圣灵？其实圣灵这写不完我只是先写几个。我们所认识的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告诉我们，它带来重生，它玛利亚受孕，它从灵里面。玛利亚是从灵里面怀孕怀胎，所以玛利亚，我们说圣母玛利亚，那耶稣呢？他没有父亲，他人生的父亲就是约瑟，但相对的，他是圣灵里面怀胎的。那圣灵里面带给我们什么？圣灵里面带给我们的是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真理刚才我们唱那个圣灵请你来，告诉我们什么？带来真理我们用真理跟诚实来敬拜真理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这个得自由不是随随便便的叫做自由，随随便便的叫做自由啦。那不叫做自由，叫做懒散乱来。自由是什么？
伫上帝温准的下面，真真正正，咱知影伫自由中间，伫真理中间，咱来得到自由。我有一日会特别甲真理自由，特别甲大家分享。真多谢恁，互我会当小可即阵仔时间较休困，所以我听足侪人的讲道，听了好多人的讲话，讲道。我觉得讲道的最重要都讲到主耶稣基督，可是突然发现到有一个人在批判，每次讲到就只有讲主耶稣基督，那是南部的某个神学院的一个姓杨的，讲到只有讲主耶稣基督，因为大礼拜都是他在做礼拜，都在讲道，结果我就一直其实 YouTube 没有他的，结果突然看到有一篇，还好有人点阅了，大概20几个人点阅。那结果他的讲道讲完之后，我就愣住了，没有讲到一个基督耶稣基督，没有讲到审判，没有讲到罪，没有讲到认罪悔改，可能对他来讲这个都很大的负担。就解释圣经，解释圣经，我觉得用华人圣经版里面随便一段话都可以拿出来解释圣经。我不是在做批判呐，我是觉得我们讲到最重要是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整个讲到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你说我们今天讲圣灵。那是耶稣基督啊！讲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圣灵里面是他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自己心里准备。所以刚才讲到末世，有时候我们刚才读圣经读到末世，可能你们觉得，末世跟末法有没有？各位听到这个字没有？末法时代。这个报纸经常讲末法时代，末法时代那是佛教的用语哈，不是我们的用语。我们的用语只有末世跟末日、末法时代是他们佛教的用语。相对的，圣灵告诉我们说，他在安慰跟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我走的时候，我差遣保惠师来做什么？做安慰我们的工作，带领我们认识真理，带领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爱。圣灵来激动我们的心呢。如果你圣灵没有激动你的心，那你今天来这边听了一堂的讲道，就听完讲道而已。听完讲道，你用内化到你的心，跟圣灵感动你，让你活出主的见证，让你行道，让你信道，让你行道，让你活出主耶稣的道理。讲道不是我来做一场礼拜，是一场表演。表演完之后，我厌恶了，像打卡，上帝啊，我跟你打卡了哈，那你就可以离开了。上帝没有打卡。今天有人从瑞士千里迢迢回来听我们讲道，回来做礼拜。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个人从瑞士千里迢迢回来做礼拜？有吗？有。然后不公平的是，妈妈买早餐给他吃，没有给我吃。这奇怪呢，我为什么没有早餐？为什么只有他有？可是看到他，我就觉得，真的是心理上很欣慰。他从瑞士回来，可时差搞不好还没有调好。人想瑞士有时差吗？也应该有嘛，有时差。可是他很高兴的来做礼拜。当然，他为了吃早餐那也不一定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很高兴。所以相对的，他是来安慰我们、保护我们。圣灵来是做什么？他帮助。今天会特别讲这个，会帮助我们承受神的应许跟前辈的救恩。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很熟嘛？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是不是全备的救恩？等一下我们慢慢跟各位再分享这个。圣灵来告诉我们什么？他可以是教会最大的导师，他教导我们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圣灵带着我们走，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意气用事，凭着我们自己本身很行，我很厉害，没有。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听圣灵的指导，带着我们走。圣灵教咱安怎行，圣灵充满伫咱，圣灵跟咱讲，这是应该安怎行。你要向左，你要向右，我的路就在中间。你要走正道。圣灵教咱行正确的道路。圣灵告诉我们什么？它会让我们认罪悔改。我不知道会不会了，但是我觉得到7月30日之前，我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攻击。
攻击手我不知道啊，反正他们可以制造很多的名声出来啊，然后把你抹黑到，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很不行，所以总统不会再提名你了。我本来就不会被提名啊，因为我连写都没有写啊。可是问题是讲也没有用啊，没有人相信啊，因为可以自荐，可以自己写到总统府去嘛。就我真的没有写，我是在讲台讲的了，我没有写。可是还是没有人相信，到7月30号那一天摊牌了，人家才会相信。可这段时间一定会不断的制造一些话题把我抹黑。我也习惯了啦，反正6年前抹黑一次了，在8、9年前你抹黑一次，反正是时间到就会把你抹黑得一塌糊涂。那等抹黑完之后，事情过了就没有了。那记者去求证说，哎，原来那个都是假的，可是重新，奇怪呢，这些事情明明查证已经是假的，可以重新再来一次，还是有人相信。这就是台湾嘛。所以台湾的自由不是真理的自由。台湾就自由，不是真理的自由。真理的自由是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真应该怎么去做，才是真正的自由。它是我们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要重生，一样认罪悔改。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要做什么？”施洗约翰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做什么？要认罪悔改。我没有错啊，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我都无唔对，我想到认罪悔改。我都无唔对啊，我拢足对的啊！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真的吗？我自己觉得我经常做错事情，我觉得是很不堪的一个人，我觉得我非常的差，我要每天认罪悔改。你比如说蔡某某，我感觉你很好，我不好，我哪有好？我比不上在座的各位，我每次看到你们都像天使一样。但是你不要看到我像魔鬼哈，就像那个佛音跟那个苏多波讲，我看你像那个比较难听的，像一坨不好听的那个啊，那个佛音跟他讲说苏多波像一尊佛一样，我看你们就像天使，你不必有看天使，最起码看我不是那么坏的人就好。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面啊，圣灵给我们一个事工的恩赐啊。今天人祥人居2个兄弟里面在带敬拜赞美，美不美？很美啊！哎，对对，我来跟他拍个手。啊，也是差不多啊，好漂亮，很棒。我们拍手不是为了赞美他们2个，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圣灵给我们一个事工的恩赐。每一次我看每个弟兄姐妹。纵然圣歌队站在这边献诗的时候，我的心上都非常的感动啊。虽然我只能够唱3个音啊，可是我有参加圣歌队，请教化老师不要觉得太难过，反正我有3个音可以唱。但相对的，教化老师在指挥我们唱整个圣歌队，我觉得很感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最美的歌声献给上帝，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唱一首歌，不是各自为政每个人每个声部每个人的音量都不一样，我唱的比你好听，我唱的最好听。圣歌队没有个人的好听，是整个人就是同心合意，很美的一件事情。圣灵要告诉我们，他赐给我们什么？他最后赐给我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来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基督。死复活40天，教导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的信徒完之后，他升天，吩咐他们到马可楼里面，那大概有120个人在那边诚心的祷告，等候圣灵降临。所以人家说，圣灵还没有来。所谓的等候圣灵降临，是等候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像化蛇一样，激励每个人都勇敢的站得出来。圣灵吹动你的心，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已经跟门徒吹一口气，让他们领受圣灵了。可是圣灵降临节以后，每一个人开始很勇敢的站出来传福音。圣灵的表征啊，你勇敢的可以站出来传福音，所以帮助我们进入承受神一切的应许跟全备的救恩。我首先讲全备的救恩，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
全备的救恩是主耶稣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资产。过去我们人人都有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每个人都有罪啊，许多刑罚时候有审判，这个不是大宝座前的审判，是主耶稣前面的审判。人人都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这个本身过去的我们这些罪，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这些叫宝贵物件呢，非常珍贵的，足宝贵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若接受的时阵，伊当洗清咱所有的罪罪呢。那些老我，那些不好的洗清之后，那我们得救了。我们要持续到得救的过程，到得胜，到得到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持续，不是说我已经得救了，可以随便做了。我们得救是持续的做。那全面救恩呢？现在呢，告诉我们，那个提摩太教那个保罗教提摩太要什么？要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嘛。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可是相对的，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人要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情，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于主用。清洁、自觉，然后圣洁，圣洁可以让我们成圣，成圣之后，我们可以得救，得到荣耀的冠冕。一步一步的，我们要自己本身努力去达成神要我们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个人得到益处。所以圣灵写在身上的时候，主耶稣只有3年的传道，圣灵写在个人身上，像主耶稣传道3年所讲的天国的奥秘，要让我们知道。所以等圣灵讲完之后，下一次我要从认识主耶稣跟天国的奥秘，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们宗教一定要成为地上的天国。当我眼睛闭上那一刻，我一定跟主讲说：“哎呀，感谢主，我们宗教就是地上的天国。”所以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注意哦，他讲的是真理的圣灵哦。圣灵带给我们真理耶，他带给我们真的是这些真理要进入，要让你们这些进入我们的心呢。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要充满着在我们的心呢。所以相对的。丰盛全备的救恩，只有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圣灵是除了神的灵以外，别人不知道。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圣灵不是告诉我们世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是神的奥妙在哪里，天国的奥妙在哪里，我们人怎么才去得救。所以圣灵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荣耀神的儿子。圣灵为了荣耀神的儿子而来，我们让神的儿子得荣耀。我们讲整部的旧约是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新约里面是在讲什么？是在见证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我们整个上帝得荣耀啊！你说，上帝跟耶稣两是位格不同，是三位一体耶。我们要的是在这里是荣耀。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卑贱呢？我们为什么要荣耀人？为什么不能荣耀自己？如果你的心在一个人的身上，你会觉得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不会觉得很高兴，是很荣耀吗？我们讲一个比较自私的话好了。那天主日学在表演，有一个几岁？4岁小，3岁多了哈，3岁多，我们那个义文的小孩站在那边。看着就眼光有一点红红的感觉，看他那边啊，不管他怎么唱，你不觉得看到他就是一种荣耀吗？你不觉得看到主日学的小孩子这么站在这么一站的话，就是一种荣耀啊？你喜欢呐？那对如果主耶稣基督，你真的很喜欢主耶稣基督，你一想到主耶稣基督，圣灵会催逼你，你要很快乐。所以我现在先告诉自己哈，如果报纸看到我的负面消息，我要很快乐。圣灵在做工的，我要很快乐。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来，
反正我就准备，反正到7月底之前一定会出来就对。啊，我就很快乐。等7月底之前，人家结果蔡总统连填都真的没有填了，那不会再攻击我，很快乐。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你会快乐，就表示圣灵充满着你。我再讲一次哦，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生命中了，但是你不要把它晾在一边，要让圣灵不断的充满着你。有圣神一直给你充满，一直给你充满。圣神在你的心吗？总是你袂使不理他啦。你唔通对厝吼，看到恁老爸老母安尼你甲看，都无你甲看，连招呼都无咧打招呼。咱人吼，拢对低无对悬呢，从对下不对上。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看到你的小孩，哎呦，好可爱，爸爸好爱你哦。老了啊，没人管啊。我们林牧师娘5月13号去手术，听说手术，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我们希望你真的会非常好，因为你这一关因逃避，我感觉你们两个是最好的一对。相对的，我们要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要认为是我们自己亲生的弟兄姐妹，心理上那种他难过，我们要跟着痛；然后他快乐，我们跟着快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嘛，与哀伤的人同哀哭嘛。我们要同喜同乐。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教会是地上的天国。以后每个人一提到中心教会，说：“哎呦，中心教会像请主耶稣基督主要说讲的讲，你天里去地里主导文嘛，在天上如同在地上。我们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中心教会就是地上的天国，我们要朝这个目标而努力。我们社区班。”是我觉得不是别的团体不重要啊，我每次觉得社区班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亏欠。严长老等同工们，他们为了社区班，你们讲说我们好自私哦，为了把他们引来教会，所以把他们好像骗到教会来参加社区班，不是为了爱我们在社区班。然后他们有没有得救，那是上帝圣灵跟他的关系。可是社区班有一半的人还没有信主。我相信这一半的人，有一天在我们的爱，在主耶稣基督见证之下，会跟我们同信在主里面。所以耶稣说，圣灵来是要荣耀我。所以等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圣灵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很大的荣耀。所以这一些事情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圣灵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放胆的去传福音。圣灵来做的3件最重的工作，其中2点。第2点，圣灵来充满我们第1点嘛。第2点是什么？能够放胆传福音。第3点，能够建立一个地上天国的教会。圣灵来才有它的意义啊！圣灵来之后，初代教会开始建立。所以圣灵来让我们在放胆传福音。今天经节告诉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从头念了，因为我们的欧长老已经帮我们华语台多念历史，对不对？相对的。圣灵来以后，你看看，他们本来是，你看保罗哦，那个彼得哦，3次不认主呢，就无胆的人呢，就红声，但是佫无胆。彼得是一个足粗鲁、红声啊，佫无胆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叫他们要去等候圣灵的降临。结果，因就去马可楼，120个到马可楼遐，静静跪咧祈祷。期待圣灵降临，请弟兄姐妹，你扪心自问，他们10天的灵修祷告，你一天有没有1分钟的灵修祷告？很难哦。你说这个蔡长老，你穿摸我，你讲话在讽刺我，1分钟，一天1分钟，他们是10天呢，1天就好，1分钟，一天跟主。静下来，跟主交通。10天了之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然后你看到什么？这是圣灵降临做一个最大的工作，是让他们勇敢的站出来。圣灵降临让我们勇敢的站出来。你看12个使徒就站出来，彼得为首站在前面。那一天啊，彼得讲完道之后，3000个人受洗，3000个人是我们的30倍以上。
之后又出去传福音，又5000个人受洗。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46、47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又在家里擘饼，赞美主，又得到会众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们。因专务伫殿内，搁伫人间擘饼，用欢喜诚心的心来食。感谢主，也得到众百姓欢喜。主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福音。为什么我们中心教会现在我们把它改装，也是希望我们一直做，做得很满。可是这些人是得救的人，而不是为了人数而增加。我就思考我这一辈子，我从盐水教会开始，我去了每一间教会，人数一定倍增。可是等我先事后回想到，等我走了以后，这些人慢慢又不见，跟我爸爸一样。所以我想到我爸爸跟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增加的人没办法让到认识主的伟大、主的爱。留在教会继续传福音的话，你是有亏欠的。你不要以为你走了以后人事减少是因为你比较厉害，你要惭愧。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不在宗教服事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来越增加，那个才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而不是我走了以后人减少，那个我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是亏欠。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勇敢的站出来，你看。彼得勇敢的那个，一个这么大的人哦，这么胆子小的人，勇敢的站出来。你看12个门徒就一排在后面，哦，壮胆，高声的讲，你们要。现在我们敢这样吗？兄弟敢不敢？一个都不认识的人，不要说都不认识，而且那个时代现在还有一个教会，那时候没有哦。杂七杂八的人聚在一起，突然你就站到前面来，你们要悔改信主，主耶稣怎么教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幕后的时候，哦，血量太浩大。我们当初德恩兄刚回来，那个台北来我们中心教会，就带那个幸福小组来，我也吓一跳。我看到德恩兄看起来也不是像传道人的感觉，可是他一讲幸福小组，我就觉得哎。主耶稣的灵在他身上，叫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行，是主耶稣的灵叫你去做的。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很行，哇，今天蔡某某很厉害，一点都不厉害，是主耶稣叫我这样做，我才敢做。然后他们站起来做什么？他在末后的日子告诉他们，末日快到了哦，末日快到了哦。你不要觉得不会吧？等了2000年了，2000年天上只有2天呢。所以说日子近了嘞。但是地上的天国，你现在就可以让我们中心教会，让你的家庭成为地上的天国啊！你为什么不做呢？天国不是那么遥远的地方，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天国就在你的家里，天国就在中心教会。各位都不要忘记。那么你们会说预言是什么？这些预言、这些预象是圣灵的彰显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会显说有行异灵的恩赐，有医病、赶鬼、有说方言这些恩赐。我们为什么很多牧师不敢讲这些章节？因为很多牧师没有这些恩赐。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啊。可是我很希望你们有啊。你没有行异能，你有医病赶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哈。我曾经在盐水教会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妹，很好玩。那个姐妹真的是有医病的才能，只要她祷告以后，真的那个病得医治所以我每次经常要带着她出去祷告。所以他们都认为说蔡长老祷告比较有效，我说蔡长老祷告没有效，他祷告比较有效，因为他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他有医病的圣灵在他身上。他有医病的恩赐，所以相对的，我们看到什么？他们在马可楼祷告之后，他们变成很有能力，甚至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伸出去祷告，
就碰到一个有没有？就碰到一个人啊，说啊，他是一个乞丐啊，说给我一些金钱，他说金鱼我拢无哈，洪水啊说给我性命，我你起来行。他讲话居然这么勇敢，因为他知道主的灵在他身上，他的医治的大能，他的圣灵在他身上，竟然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主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走。敢讲这句话，在座的人，如果敢讲这句话的人，请你举手。我没有啊，我是举例而已啊，我做不到。彼得做得到啊，他勇敢的奉主的名，我让你起来走。所以我们有一些医病特会，我是觉得那个好像掷骰子一样，医病特会的人，哎，我真的病得医治。我如果医病特会的话，要我去讲的，我绝对敢讲，因为100个人之中哦，其实依照医学的统计，有70%那个不是真的病。我就敢跟你们讲，我跟你们祷告完以后，你病得医治，哇！蔡某某讲到真的是祷告大有恩赐哦，那个不是的，真正属灵的能力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诞生，那个让我们圣灵降临以后，让我们教会诞生之后，我们开始勇敢的去传福音，就像腓利跟那个提阿伯的太监。他看圣经看不懂，他就跟他讲圣经的道理。他反然刀以后，就在河边里面立刻施洗，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什么司提反，他被用石头丢死的时候，他脸上对着天笑容，愿主的荣光现在身上，主啊，赦免他们。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在客西马尼园，在十字架的祷告，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主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这些门徒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司提反在被石头，他们要用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他对着天，兄弟啊，下面你手水印在。这种风度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告诉自己说，我不像司提反那么伟大，最起码如果2个半月你们听到人家在黑我的时候，在抹黑我的时候，我应该主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相对的，你看保罗在迫害基督徒，他本来叫扫罗哈，迫害基督徒，主的光照在他身上，他得到大能，所以他去建立教会。所以圣灵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有第一次主降临，他们说。末后主耶稣在降临，其实他们忽略到一点，中间有一个山谷。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有一个山谷是教会，所以各位会觉得说教会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教会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的建立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传扬主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对的，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让我们每个人得到能力。教会让我们做什么？教会让我们赢得灵魂。就让我们要凡事求问，你不要自己很闲，哇，圣经念得很懂，圣经不是学问，我再强调一次，圣经不是学问。现在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讲究圣经的学问，光今天的圣灵降临，是圣灵已经降临了呢，还是圣灵在五旬节在降临，就可以吵很多。因为耶稣在升天之前，有向门徒吹了一个气，说你们得圣灵。可是又在10天之后，圣灵又降临啊！到底圣灵是那时候圣灵有没有降临？那时候是圣灵降临，既然是五旬节由圣灵降临，那为什么保罗先生要跟我们讲说，你信而得救的人，圣灵就跟你永远同在？这个矛盾一点都不矛盾。圣灵本来就内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信主人的心，但是你有没有让他充满？有没有持续的让他？最重要的是爱中的合一，爱，阿嘎贝的爱，很难，可是我们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热心见证，热心见证，传福音呐！你敢不敢传福音？很重要哎！你敢不敢传福音？我想各位不敢大声讲，因为好害羞，连祷告都很害羞了，不要说传福音。所以相对的，有一天，一个牧师。只要做完礼拜以后，就带着他的7岁的小孩子，他去发传单。这故事大概你们听过哈，去发传单。有一天下大雨，牧师说：“那今天因为下大雨，今天我们不要去发传单。”儿子说：“不行啊，你跟上帝约定说，只要做完礼拜就要去发传单呐，要去分传单啊，他要去发传单呐，去分传单。
爸爸说买啦，惹啊多。小孩子说不行，他就穿着雨衣，带着雨伞，他说我一定要去发传单。爸爸好了，就今天拿少一点就给你了，发完以后就赶快回来，小心哦，不要滑倒哦。他去发传单，一直发到最后一张，就看到一家门锁着，这个人不是教会的人，就跟他叩门，叩了老半天，没有人想，他在那等一下，不行，我剩下最后一张不行，一定要给他，就是一个心里一直感动说一定要给他，叩，开门哦，开门哦。那小孩子讲话也是蛮牛，开门哦，有没有人呐？开门哦，开门哦，叩，终于有一个非常忧伤，看起来就是很痛苦、很忧伤的老太太就开个门，就问他说。囡仔，我是要替你做啥啦？小孩子，我是要替你做什么啦？孩子看到好高兴啊！哎呦，我告诉你呀，我打扰你一下，这是传单啊，我要告诉你哦，主耶稣爱你啦。这个本来忧郁的老太太突然就愣住了，主耶稣爱你，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爱你。他本来忧郁的脸，突然慢慢展开来，突然一点笑容，跟小孩子讲说：“谢谢你。”礼拜天到了，那个传单里面有印教会的住址。礼拜天到了，做完礼拜的时候，有一个老，他们的会友举起手来说：“牧师，我能够做个见证吗？”我说：“可以呀，欢迎啊。”他就一直走到前面来。说各位，我都不认识你们，我也从来没有走过这间教会，我没有走进来过，这间教会没有走进来过。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儿子比我早死，我的先生去年也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有一天，天气很冷，又下着大雨。我一直想说，我活着干什么？没有人理我，我一个朋友、一个亲友都没有，我干脆死了算了。他就拿了一张椅子，拿着绳子就套上那个屋子的那个脊梁，就套上去，他就把它挂着。他想说，只要把椅子踢开来，我就死掉了。等我的挂好之后，突然听到敲门的声音。说管他，我要死了，管他去敲门。那声音敲得很急，还有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有没有人在家？有没有人在家？”我想说，到底什么事情？我又没有亲朋好友，我根本没有亲人。那好吧，反正也不差在这一刻死，等一下死跟现在死也差不多。那我就把那个整个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拿下来，我就从椅子爬下来，我去开个门。我突然觉得我看到一个天使，他告诉我，主耶稣爱你。我听到这句话，突然愣了一下，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爱我，主耶稣爱你。我听完以后，又看到那个小孩子用很灿烂的脸看着我，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我，我竟然要自杀。我拿着那个传单回去，就看到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主耶稣真的爱我呢，这真的爱我，所以我今天我走进教堂，我走进教堂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温暖，每个人都跟我问候，每个人都在招呼我。我发觉到我找到一个家庭了，我终于感觉到主耶稣爱我。真的是我找到家庭，所以上帝说不愿有一人沉沦，希望每个人都悔改，不愿一个人沉沦呐，大家都得到救。结论来讲，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每一个人走进到中心教会的人，都是我们的亲人，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每一个人走到这里的。那个连着跟他翻译一下，包括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今天走进来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谁英语会的，帮我翻译一下。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那个李松杰帮我们跟他讲一下。今天进来就是我们
最尊贵的亲人，哎，哎呀，每一个人哦，我讲的是每一个人哦，纵然你是从瑞典回来要准备嫁人的哦，还是我们最尊贵的亲人，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最尊贵的亲人，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教会成为地上的天国，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地上的天国。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着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勇敢的出去传福音，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教会，让我们成为地上的天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现在我们唱一首歌，各位不必站起来。圣灵，请你来。1000多个人点阅，虽然有人说怎么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OK， 先唱台语还是外语？这个是先唱华语来。你们坐着一边唱，不管熟不熟，最起码你听他的歌词。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来，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是。我尊重你，荣耀我们的主，荣耀归我。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一起来唱，来，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一边你求圣灵充满着你，改变我心里，让圣灵开你的眼睛，开你的耳朵，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来，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星星请你来，充满我心。我们来亲近你，可卡的玛丽，星星请你来，改变我心，和我看你，和我听你在你面下音，我呼求献给，献给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
好？最后一次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最后一次我们站起来。相信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近你，搁较认捌你，相信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在人民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请坐。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结束来侍奉。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典的回应。若是你第一届来到咱当中，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毋免勉强，把这当作你的这安心享受今日的敬拜。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咱有缘徛咧，咱要来吟上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上吟煞咱要请蔡长老为咱祝祷。圣灵充满着你们，浇灌着你们。愿上帝的慈悲怜悯一生一世扶持的保守你们。愿主要所给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角对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说。阿门。
真侪是咱来报告。伫下周主日5月31号主日圣光伦理的侍奉者，请恁大悲万心来筹备。过来消息报告，伫报告台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很高兴今天明哲带来他的朋友我刚才是台语转成国语那我不能帮他讲英文英文很烂我想明哲他名字叫怎么称呼他？ Lisa, Liz. Okay, we are very welcome. Liz come to Taiwan. I think. 不用鼓掌，这个是圣灵充满，让我们，因为 Lisa 也是我们 our family. Okay, I think we will very welcome, just like Mr. Tsai said. Maybe you live in USA, but come to Taiwan. Here is your home of the God. OK, we are very welcome. We can， 我们可不可以鼓掌欢迎他？Lisa 要不要站起来一下 ？You can stand up. You can stand up. OK. 他真的很高OK, you can stand down. 抱歉因为太久我差点把英文当成台语念OK， 那我们来做消息的报告那本日的今日的小组的分享是诗篇144篇到147篇，甲路德记的第1甲第3章那今日是圣灵降临节愿咱常常领受圣灵更新咱的生命，敢若咱蔡长老讲的，圣灵毋是请你来已经伫咱的心中，只是咱定定服业圣灵伫咱的心中，咧带领咱，希望咱大家会当尽心一意、诚意来遵守主的旨意，互圣灵带咱行人生的路站。过来下晡的夫妇跟妇女团契，就伫今日12点30分到下晡13点20分那我邀请蔡家化牧师会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看错了，还是他真的错了？要学习怎样理解一个人伫咱内在的需要，要学习怎样将家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请听这会当有用参加。过来下晡咱2点有敬拜团的训练请团员准时参加。本周的新眼光的读经的进度是路德记的第4章，甲各罗西书的第1到第2章。过来咱要来做具体的交通甲代祷的事项首先咱要为着咱教会身体欠安的彩云姐，还有红珠姐他最近开刀，好像还在恢复当中，我们为他，然后为牧师娘，然后有保留姐来做代祷。为着伊亲人来照顾伊的亲人来做代祷，过来咱也要特别为着咱教会的姊妹蔡依颖她最近在尽力在为推动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理念所以举办了一个支持员工做爸爸是公司最好的投资的活动我们希望在为他带导，在活动上面筹备上面献上他的带导，求神赐下智慧跟圣灵给的力量给他，保守他所做的一切。咱嘛要为着，咱今日也为着带雷米姐甲来杨文光、杨文荣一家身心灵的健壮来做带导。咱这时咧，请带长老为这的事来带咱做伙来祈祷。我们现在先把眼睛闭上，默祷。照你所知道的，我们弟兄姐妹们身体上面有病痛。保留姐、彩云姐，我们的林牧师娘、红珠姐、玉荣等等的很多的姐妹兄弟，身体上不舒服的，求主的灵运行在他们身上，圣灵可以带来医治，求圣灵医治着他们，帮助着他们。圣灵，请你来充满着他们。所以，请你来充满着彩云姐，
让他眼睛亮，心神亮，心的眼睛注视在耶稣平安喜乐在他身上。圣经请你来充满你保留这心中，互伊生活艰苦，上帝你扶持家早安慰伊。圣神看过阮敬听林牧师娘，5月13的医疗虽然无真顺利，总是阮相信主会出你宝贵的圣手，医治牙早。盼照各方主者啊，互阮非常顺利，得到上帝照顾，照顾阮所听的八女节，互目睭愈来愈好，愈来愈恢复健康，羽绒节恢复也非常顺利。别人照顾阮所在这心灵欠阮的兄弟，特别今仔日，阮为着礼美姐，阮阿姨，规家伙温光温柔温宁来祈祷，就给照顾因，帮助因伫私人工商顶悬，主互因得到上帝的照顾。别人照顾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真真正正活出地上的天国。我定到这做一个疼的家庭。一个非常疼的家庭，我甲配的克罗利亚，足水的家庭，地上的天国，做空气的国降临，对临亲像伫天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代要请圣歌队来吟祝福的歌。这是咱起立来行平安礼。